各位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大家准时收看福起来咧。又知道今日个阿 Q 猫有一些无穷用无，筹备到无穷用嘅等嚟方也 post 咩无嘛嘅穷用，就是因为今日嘅节目当中，要同大家来分享客家电视台24，客家电视台也20年以来制作嘅非常多嘅儿童少年节目。当然阿 Q 猫也没有主持过啦，不过今日要同大家再过来回味一下新经典嘅。我相信接下来我要讲嘅也开场大家听出印象就动程冇，就是分享收看 COS 天谱。天哪！会议上来小给一下去讲。大家好，我是 JJ。大家好，我是臭妹。大家好，我是柚子。天哪！我们啲下电视机头前的观众朋友，看到呀3年，我有印象冇？因为其实你们都长大了。小欧都变老欧，非常老欧，非常老欧。你们现在都几岁？都几多岁？大一，大一了。JJ 是大一，升大三，升大三。对，然后我升大2，刚好1、2、3。1、2、3，哇！天哪！大家喊记得记啊，得喊这个时间还蛮该用的嘛。我现在手上有一张手板。现在你们3位有很想要躲起来吗？有一点。他讲做的音整可以哈吼，这个他们以前的这个臭妹以前的样子跟 JJ 好像没什么变吼。啊，没有变，有头发变多了，变帅，变帅，然后头发变多了，长高，因为听说 JJ 以前就是个子很小，对不对？然后柚子现在整个就是日系型男算变有点多啦，我自己也觉得。对自己也觉得变有点多，对不对？你现在看到这个会觉得就是过去的自己，好久以前的自己，有点不像自己了。大概多久了？有没有7、8年？差不多小5、小6开始录的，那应该有6年左右吧，6、7年。6、7年左右的时间了。古总看吼呀，今日节目当中就嘿也有抢到这个我们元老级的小欧们呀，他都变老欧来到节目当中来同大家来分享。下来啊，我们想问一下，这个以前你们的绰号啊，现在其实你们还有在用这个绰号吗？没有，那个都很久了。除了小欧之外都没有了。所以 JJ、臭妹、柚子，通通都没有在用，柚子也没有吗？应该说我本人就不太会用绰号这种东西，所以后来也没有什么机会用到。这个柚子也是，就是当时要有一个绰号，对吧？所以是节目特别对，为了节目特别想出来的。那就所以因为你的跟名字相关，所以可以理解。那臭妹嘞？臭妹为什么叫臭妹？我小时候的乳名吧。对，小时候我爸爸妈妈这样叫我的。小时候就叫臭妹。对，然后那时候也没有想到别的绰号，不然就叫这个吧。对，就刚好那时候跟另外一个小欧一起组成叫张臭2人组，因为他叫张雨烧啊，张雨烧，这是你同学对不对？对，我们是一起来的。哦，我看我还记得好久以前呢，因为当时还没有看 COS 天谱。那 JJ 嘞 ，JJ 你的绰号跟你的本名没有什么，完全没有搭嘎，你名字没有杰之类的。没有，是因为以前很喜欢林俊杰，所以就想说，好，那就叫 JJ 好了。还好你的年代有跟我一样年代的歌手。很幸运，但是现在也都没有叫 JJ 了，对不对？好，那我们再来跟大家回顾一下，这底下呢有3个还不能揭示的这个谜底在底下。这个呢是我们问节目制作组你们个人的荧幕形象是什么？我们先从臭妹开始看，不知道是什么吗？情感丰沛代表，认同吗？确实。对，怎么说？就是你当初有很常会有情绪真情流露的，对，我的泪腺还蛮发达的，跟我一样，很容易被开启那个开关就啪出来，很容易哭就对了。我的这个开，我们要不能跟以前一样，门面担当。是门面吗？我自己都不知道。有像门面担当，一举手那个 timing 都是他的。哦，就其他人插不了。对，都是抢到你们，现在才发觉。现在觉得自己抢到别人话，好像在抢别人。好，那我们看 JJ 的喽，JJ 的是什么？什么是候选人？对，但是候选人，这是不是写反啊？你们2个是不是应该要交换？
有没有觉得你们两个要交换？应该是，我感觉好像有点，好像好，我觉得好像我是门面担当，我是门面应该是柚子是里长候选人，对，然后 JJ 是门面担当吧？对，应该是这样，对不对？好，这可能是我们那个节目制作组有点写错，但我觉得你们两个应该是要交换，应该要对调的，对吧？因为我觉得 JJ 是不仅是门面担当，其实很黑，低度客家话讲都清喉哎。听说你以前董家会讲客家话，会就是回外婆家都会讲客家话，地富卡都会讲客家话，不会讲一些嘞，哦，然后也还不会讲。现在不太会，现在不太会。上高中之后就比较没有那个环境，所以就不会讲。所以我们这个节目 COS 天府妹保留的青岛这个 JJ 头白讲客家话嘅方面，也还演先来看一团 JJ 头白讲客家话嘅方面哦。来，我们先握手一下，欢迎欢迎欢迎，总统好，你好，欢迎。总统好，我哋去客家电视台嘅 COS 天府，按照说总统本我哋20支机飞来访问。这个是你们去干嘛的？还记得吗？哦，这个是我采访们去总统，找总统。对对对。然后这一段是 JJ 用全客语跟总统来介绍这个节目，有印象吗？有，我还准备很久，特别有印象。我还记得第一句，第一句是什么？总统后，爱到迄客家天使台嘅 COS 天府。我只记得这一句。我觉得讲得很好哎，其实也知道呀，英尔对你们来说都是一个很特别的经验吧？你看，一般不会有人有机会可以访问总统哎，对不对？当初有觉得很紧张吗？因为据我所知，要访问总统，不仅是没有这么容易访问到，其实还会有非常多的手续跟困难。对，就比如说你们可能要被搜身啊，对，即便你们是小朋友，但是一定会有一堆维安，就是要帮你们检查，就是确保你们是安全的，总统也是安全的状态来接受这个访谈，对吧？所以 JJ 当初要讲这个开场白，你有没有觉得很紧张？有，我那个时候太紧张，所以我客语讲太快了。哦，对，后来就是回过头去看重播的时候，就发现自己讲太快。你还回过头去看自己的播出？对，就是会去检讨，就是上一集是有哪里做不好。你们都会回过头去检讨自己吗？我到现在没有看过完整一集，就是我自己参与在里面的，我觉得太害羞了。对，我觉得那个很尴尬，因为我自己也很害怕做这件事情，就是你要看到自己在镜头前面的表现，其实是很害怕。所以我觉得 JJ 当初年纪应该是最小的吧，对，然后又同时身为门面担当，我要把它交换过来，就是你不是候选人，你是门面担当，对，同时身为这个门面担当兼客语担当，那时候一定是很紧张。那时候在你这些紧张的过程，或者是你们每一次录影有这么多严肃的议题，遇到紧张的时候，我们的向日葵那主持人有给你们什么样的鼓励吗？有，就是因为我以前我是年纪最小的，那个时候录影的时候，我都会很害怕，然后都会很紧张，我都不敢讲话。所以后来就是我要上去录影之前，然后向日葵就会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天哪！对，所以那个抱抱对你来讲，对，是一个很温暖的，对，非常温暖的鼓励。对。啊，好温暖哦！那臭妹跟柚子那个时候你们年纪比较大一点的，相较之下，对，那你们有爱的抱抱吗？有这个福利吗？我好像不记得了，好像没有这个环节。爱的抱抱好像是我专属，你专属，好像是我专属的，怎么那么好？所以是你专属的爱的抱抱。是的，没错。天哪！之前就是太紧张不敢讲话的时候，他就会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对，所以你看，第亚其實細年呢，愛來參加亞洲節目，也唔係伊咧當輕鬆嘅兒童少年節目，佢其實佢都要當專業嘅愛有新聞嘅配音啊，韓國愛去做一啲功課啊，愛研究，再個自家做整理，其實真嘅冇咁簡單。我們現在就要來回顧一下，其他兩位這個臭妹跟柚子，你們之前去訪問的時候有做過哪一些功課？像之前柚子呢就英雄董成，為什麼說他是候選人啊？他是候選人，是因為有一百笨蛋而去訪問這個柯文哲市長、柯市長，就有關這個寒假作業取消這個議題，對不對？而且你那時候還很小，就是真的是看得出來是一個小朋友，已經不像現在已經是個青少年，是一個大人了。那時候真的是一個小孩子的樣子。
然后你的麦克风就这样子塞出去，哎，对，你怎么那么勇敢？因为那一次我记得是我好像是进小欧第一次还第二次去访问别人这样，所以那时候也不太懂得分寸。然后那时候是国小，我记得小5还是小6，反正就年纪很小，也不太懂得就是次序啊分寸，就是有什么问题就很想要问。特别是因为当时柯文哲在台北市还算是红人嘛，所以我自己也对于当时他来，因为他来的是我们学校，就刚好有这个机会访问他，我想说。就是别人没有的机会，那时候身为一个小朋友就很兴奋啊，想要把问题一泻而出，这样就是为什么就是寒假作业那些事情这样子。但是因为那时候柯市长太忙，媒体记者太多，其实是没有挤进去的。对，没有挤。但是你挤出去麦克风问给你，还问到这个教育局的局长，对不对？对，后来该。而且你很勇敢哎，就是你好，我是客家电视台的小记者。你那时候内心都没有任何害怕的感觉在里面。现在有点现在想其实有点远，但就是有时间有点久了，但我猜应该是没有，因为那时候刚就是身为一个小朋友能够上电视嘛，然后又能访问到名人，就是其实不太会有那个心思去想就是害怕这种事情，那种事情其实已经算偏后面的时候，像是访问总统的时候比较会有这样的心情，但一开始的时候其实还好。对，而且对我来讲，至少看到生意在节目当中做在用按专业的方式去来做访问，然后很冷静，完全不紧张的这样子跟一个我们讲的这个官员按用来对谈，其实非常非常的无简单哦。故说今日节目当中还有得到有关社会事件部的内容，要同大家来分享，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转来。好，非常大家又轉到福起來咧，咁呢個福起來咧，因為係啊客家天使台20年嘅 TP 轉世噃，故時同大家來紹介客家天使台嘅兒童少年節目，上來參加一條兒童少年節目嘅小歐誒，也下太也變老歐誒，沒有這樣講法，小歐變老歐啊，上來到也下在個陣去想講誒頭擺嘅經驗本期就帶來乜嘅改變啊，也係講乜嘅影響哦。其實也小歐事件部剛剛拿到嘅也書。是社會事件部的畢業紀念冊，對不對？你們都有拿到，但是柚子沒拿到。我現在有點忘記了，當時沒拿。對，這個就是一個很好的紀念，裡面有很多其他的很些時節嘅很多相片啊，不管是出外景啊，還有一些棚內的一些照片的留念，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很棒的經驗，咩可能係天使機條前觀眾朋友共同的回憶，所以我們現在就來回憶一下以前這個，這剛開始節目張開始的時節，因為有講到很嚴肅嘅議題哦，有包含這個臭妹就有參加過，這個議題是在講這個馬拉拉的故事，他就是一個這個穆斯林，但是他爭取女孩子的受教權，不過這樣子他就是因為一個因為爭取女孩子的受教權，孤受本人開槍被人家開槍，這涉及，這是一件非常嚴肅並且非常嚴重的一個國際議題。然後你當初參加了這一集的錄影，那時候你心情是什麼？你的感覺是什麼？要參加，要去分享跟去了解一個好像跟我們有一點遙遠的一個議題。對，其實那是我到現在回想起來，是我做過小歐最沉重的一集，真的是我現在回憶，我真的覺得，我那時候怎麼辦法撐得住？那個時候你幾歲？我12吧，我記得是小6的時候，大概小6對，因為我老實講，我那時候在棚內的當下，真的一度差點撐不下去，就是我已經陷入呆滯了。是因為那個議題很沉重，讓你覺得很難去想象那個狀況。對於那個時候12歲的我來說，我沒有辦法，真的把自己帶到那一個空間、那個環境下、那個情境下去討論這件事情，而且這個議題是非常的大的。對，所以那也是我。因為其實我不是很會關注國際新聞的人，那也是我因為做這個節目這個主題，我才去了解，我才花時間去
熟悉去认识这个新闻，对。然后那时候还有去清真寺，对，去访问。虽然说就是那个气氛都非常的轻松，对，然后教宗也没有刻意，也没有给我们很大压力，他就是笑笑很像一个圣诞老人的感觉，对，就我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纪念。但是虽然说那个访问很轻松，但还是有一点紧张，是因为语言不通啦，我们还是有透过翻译，对，所以其实还是有点阻隔了彼此的距离，对，是我印象最深刻的一集。就是虽然要就是接触这么深的议题，其实凶气嘎后我们平常真的就像我好了，我也不会去主动接触比较国际的或者是比较严肃的议题，因为其实那真的是会有一点沉重的。但其实亚伯二助词亚西，我看了脚本之后，其实我蛮羡慕你们当初的经历耶，就是你们有机会去参与这些事，即便可能不是我们平常主动会接触的，可是因为节目给你们的这个资源，然后让你们有机会去接触它，他其实如果去接触了，不会真的觉得那么的可怕跟那么的严肃。对，因为向日葵还有制作人还有其他姐姐们，其实都给我们很大的自由空间，在回答一些问题，或者是说我们在做讨论的时候都是非常轻松的，即使那个议题可能不是那么适合，也不能讲不适合我们，应该说是在我们那个年纪有点超龄了，做这个是我们需要用力的。可是姐姐跟制作人们都给我们很大的空间发挥。但是矮堂共给勇士你要有第参加的节目时，很多人都有想退出的想法。JJ 有吗？有，因为一开始进来的时候，我是年纪最小的。那个时候进来的时候，就是上节目，其实你就会发现跟其他人会有差距，就是怎么其他人讲的话都讲很好，会吗？会，你就会发现自己好像怎么讲都觉得没有到那么好。对，然后后来就是我有跟爸爸妈妈讲，然后爸爸妈妈就是跟我说，那就回家的时候去重新看。所以你们家是全家坐在电视前面检查？对，就是说你哪里做不好，我们会检讨。对，就是可能你太少讲话了，或者是我觉得你讲的不够好。对，会这样讲。所以到后来就是要节目播出之后，我们会回去看，然后下一集要上节目之前，我会先做功课，就是先去查一下这个议题到底在讲什么，好认真然后去收集资料，再去上台讲这样。虽然这样，但是这个节目呢，儿少节目就是要有一点不一样。故事我撒好了一本他看亚通样片啊，是他们想都想不到，没有办法做功课的一集。我们接下来看一段给他的去宜兰出外景的一段 VCR。那你出个主意，我们要去哪？等一下，载我！就随便逛。今天有一个比较明确的地点，就是去那边玩。出来玩，如果无聊就自己找东西玩，如果好玩就当然超好玩。我可不可以宅在民宿？我不想出来。不用担心，我会在你睡觉的时候就把你拖出来。禮拜四號事前鋪係用離開亞歐嘅3頁做主題，你就成立3屆四號，來同我合不了解宜蘭嘅民宿。在出發之前，我記得講，最大型可以可能會成為用到嘅東西。不過到挑戰日結束之前，你是份魔術，從而記得帶來手機、電腦遊戲，還有電風地圖，從而填寫了掉所有嘅3C產品。這一款都諮詢你嚴重當中，身份約6萬個客人。你有没有在踩？我在帮忙踩啊！很好笑吧？有没有回忆杀？整个回忆都被勾回来了，对不对？除了回想到自己小时候很可爱、很屁的样子，三个屁孩出去玩，3个屁孩出去，柚子超讨厌的，只想宅。你有没有一直在抱怨？对，平常在家里就是要出去这样子那么外向的活动哦，那时候真的受不了。然后那时候又就是无预警的收走赖以为生的手机，心灵创伤都有了。心灵创伤，但是不只有心灵创伤。其实我们刚刚有看到后，刚刚是 JJ 跟柚子他们是骑协力车。为什么骑协力车呢？因为柚子跟我是不会骑市场茶。对，没错，他不会骑脚踏车，所以我要在前面带着他。对。但是这一集的最后，你学会了耶。对，后面有在就是类似田地那边的路上，然后有练一下。后面就是终于有机会把我一直以来想学的这个
对别人来说不是什么大技能啊，对我来说算是一个就是一直想学但没有办法去。就是有时间或者是有人帮忙的去学习这个技能，然后那时候在节目上就是有这个机会去完成，就觉得蛮感谢制作组给我这个机会。你应该感谢 JJ 吧？哦，对，还有 JJ，就是前几天载我载成那样。对，所以是 JJ 教会你的。你现在还会骑吗？不太好说。起码有过啦，应该后面再重新熟悉那个感觉应该不难的，我相信。但是你那时候是真的有，就是在路上骑好长一段的耶，中间还有不小心摔进田里。对，JJ 觉得嘞，那时候的记忆跟印象。其实我到现在我还蛮喜欢那一段，那3天出去玩。你说把手机没收的这个可怕的阴影吗？对，但其实没有手机，其实可以玩到很多东西，真的蛮好玩。就像是我们现在就是高中毕业，我们同学会自己揪出去玩，可能去中南部玩个3、5天这样。可是就是还是离不开3C 产品，对，可能就在民宿的时候就是还是在打游戏，对，可能出去玩。或者是开车，可能就一个人开车，然后其他人也是在玩游戏。所以就是有自己去深刻体验到3C， 离开3C 的那种感觉。对，其实唔单像安尼，家的真经体验过非常多嘅事情诶。唐讲臭妹一开始第来做访问来做小主播嘅时间，有一摆很真经吓都叫出来。你有是因为采访那个无国界医师的那一段，然后觉得。为什么哭出来？就我很好奇，就是你为什么后来会哭？当然电视上剪辑的画面你是没有哭的，可是你的访问完那一段你是掉眼泪的。是在访问很好，我访问的很好，对，访问很好，是前面有一个要介绍那个因为他展区内的帐篷，是对介绍的时候，对。因为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没有办法，那时候的我没有办法面对着镜头说话，因为从以前我在拍那之前，小欧都没有强迫我们要看着镜头讲话，对，都是看着向日葵或者是其他小欧这样子。然后这是我算是第一次，就是自己要面对镜头，而且是自己一个人在镜头前面看着镜头讲话，要介绍里面的东西，对，然后。那你现在拿麦？现在拿麦吗？你现在拿麦，然后对着我好了，对着我啊，对着镜头，你对着镜头讲你那时候的记忆。好，因为那时候我就想说，我不知道为什么没有办法看着镜头好好的介绍里面的东西，看到镜头我就慌了，就卡词了，然后一直 NG。后来那个随行的工作人员姐姐也觉得说，那个。我这样子好像真的有点太久了，所以先让其他小欧练习，然后就让我先休息。然后在那休息的时候，我就觉得我真的禁不住那个眼泪，因为刚刚说我是情绪代表嘛，所以我就流下了2滴不争气的眼泪。但是就是当时的姐姐有想说那是汗啊，她就帮我擦掉，就是她没有刻意说那是我的眼泪。她没有说破，她没有说破，她说你不要汗了，我帮你擦掉。然后那时候就觉得完蛋，我一定要盯住，因为我也不能太崩溃，因为这样还要花时间来收拾我的情绪。对，所以而且我其实很对不起那个摄影师，因为他要扛那个很重的设备，一直拍。你很棒，你那个时候剪出来的画面很棒。谢谢。你呀，他给表现喊较好，唔看佢呀，他木主按用做拿点麦鼓啊，就可能讲头去甲进攻，做在公案都喊个表现都按吃眼，公发公都按顺。再给你拍拍手，你好棒哦！然后佢家还没讲到做客家电视台嘅员工冇按改哦，安抚小朋友的情绪还不能直接说破。故所人看做客家电视台嘅二小节目，目前还有都动到辛苦嘅素材，先休息一下，等下再个进到节目当中继续分享哦。好，非常大家又真到福起來咧，我係總員阿權妹，今日嘅福起來咧，咪係客家電視台24嘅 TP 專輯喎。我講乜嘢呢？我講嘅係客家電視台嘅兒童少年節目，所以參加一條兒少節目嘅細學嘅下睇嘅過後，對佢哋有乜嘅影響咯？然之後我嚟講一下，其實有個節目啊，細學嘅試캠프，今日為金鐘唔單唱呀節目獎主持人獎，算啊1、2、3、4、5、500嘅按倒擺，啊一條細學嘅。
你们都有走上这个金钟的红毯，对不对？有。天哪，这是一个很神奇的一个经验吧？就是那时候你们才国小甚至国中的年纪，然后可以走上这个台湾最大影视奖项的这个红毯星光大道，可以分享一下那时候走上去的感觉是什么？你们都不止一次走过吧？走了，我只走一次而已。又只走一次。对。然后臭梅跟 JJ 3次，差不多。对，走了3次。好厉害哦！那时候走上星光大道的感觉是什么？JJ 先说。非常紧张。紧张？对，超级紧张，很多摄像头对着我们，然后要走过去，一直挥手。对，我记得好像第2次走的时候，就是我有看到旁边有人就跟我们说：“你们很棒，加油！”哦，我那个时候超开心的，我就觉得这样一切都值得。这样有觉得成为巨星的感觉吗？有，就都会有尖叫声，对不对？对。而且那时候红毯上面有举，就是旁边会有人举小欧的那个头马灯，超感动的，没有想到。我要检讨，我走的时候没有人举我的。所以你看，你们这个节目东影帝给看，甚至连走红毯的时候都有人帮你们举牌。柚子那时候有同学很羡慕你吧？那时候应该只有一些同学知道我要去走，但其实我比起走红毯，比较是事前的有在准备事有，因为遇到好几个就是什么演艺圈的名人啊，或者是一些可能我记得那时候是 YouTube 的后面一些就是幕后的那个主持人，就是那时候有遇到，然后就是有多要几个合照之类的。所以你有去跟艺人拍照？对，这个经验也是很难得。对，很难得。其实就那时候那种场合才比较有经验，然后走的当时其实我没有到很紧张，因为那时候其实就是跟臭梅讲的一样，那时候。其实有人举牌，但其实很多人举的都是大牌艺人的牌。我那时候其实出去的时候有点，我们好像没有那么有人气的感觉。但其实后来就是他有说，其实有人帮我们举牌，就感觉到哦，其实还是有人就是在看我们这个节目，然后有人在关注我们这群小朋友，跟就是有人注意到我们就是整个工作人员啊，还有我们的努力，这样就感觉没错，是走上红毯这件事情是一件有被肯定到的那种感觉。对，所以虽然只有一次啊，但就是蛮特殊的经验。绝对有被肯定。你看这个节目这么久以来都入围了5次的金钟奖了，但虽然中间有休息一段时间，不过亚一波的 UK 是有新的集数在播出，大家应该有注意到，也是有新的节目。所以呢，既然我们也有呛到亚得从小欧变成老欧，姑且说他们老欧好了，因为你看都已经这么多年前了，那时候才小后的时候，然后现在都已经都升大学，都会太后上哎。鼓手吼遇到从小欧变老欧，我们要问他们什么呢？屁股底下拿出来，我们的腹肌偏低调，给我们一个腹肌偏低调，有的会某胸腰，我要做什么事情呢？我要直接把便利贴给他们啊，来自己拿一下自己的，这是 JJ 的，这个是臭梅的，这个是柚子的，好，你们可以先打开来。准备一下，你的先关起来，你先关起来。臭梅打开来，那个你想要说的话，对不对？这个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课台20岁，我现在20岁，这是我生活很不一样的过程。是吗？有道理吗？非常不一样。它算是我现在，对我现在才20岁，但是是我目前过到现在，我真的人生中非常不一样的经验，跟我同年级的同学一起去看的话，也是我很难得的经验。因为我其实还好，现在有这个机会，我可以在这里，我可以就是跟那时候的一起做节目的所有人，就是包括向日葵哥哥、制作人，还有很多姐姐们，就是谢谢他们可以让我有这个机会，还有这个空间，让我学习到表达能力。因为其实我现在在大学有很多需要表达的空间。你现在念的科系是传播，就是传播。对，其实有受影响。真的吗？真的有因为 COS Camp 影响到。然后也让我学了很多表达的能力，就是很谢谢他们让我学会。对，算是一个真心话的，让观众朋友的小欧们参加这个 COS Camp 的真心话。那我们来请柚子来公布一下你的。我的是
是就是辛苦小欧制作团队了。我以前讨论好像很不配合，然后就是脸很臭这样子。对，我们刚刚有见识到哦，有见识到有见识到啊，刚刚那一段啊，你一直在抱怨啊，对，一直在抱怨。所以其实你那个年纪大概一直都是处于这样子的性格，对不对？对我其实性格算是蛮怕麻烦的，就是像刚刚有问这些说有没有想退出嘛，对。其实一开始还就是抱着一个新鲜感，然后觉得来玩一下，后来发觉访问前都要做作业啊，然后还要参与很多讨论，哦。我那时候觉得好麻烦啊，然后常常就是一个臭脸。我觉得那就是一个节目效果。那在我看来，聪妹的真实跟柚子的有点不耐烦跟爱抱怨，我看起来就觉得那就是小孩子啊，就是小屁孩的样貌啊。对。然后这个 JJ 的，你要不要跟大家来说一下你的最刺激，对不对？我的吗？是吗？就我不知道别人有没有喜欢或暗恋其他小孩，但是我很欣赏就是蚊子跟秀秀。有吗？有，我非常欣赏他们俩。我觉得他们两个就是因为我们都是一般的嘛，都是第一届的，对。然后就上台讲的时候，我就明显的感觉到他们两个讲得非常好。对，蚊子好像大我2岁，对，好可爱哦。对，然后秀秀好像是跟我同年纪的，然后结果他又讲得很好，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超难过，就是因为这样。对，因为你就会发现哇，别人怎么都讲那么好，自己讲的没有很好。对。但是说到真心话，我相信不止这个真心话，因为你们参加节目有这么多经验了，你们一定有非常多真心话想要讲。所以呢，接下来我会想要说的是，各位先从给 say 偶哎，像 JJ 好了，尤其是这个谁来了？请问这边有人在 Q 向日葵吗？有，向日葵请坐。Hello。好久不见，有没有很惊艳？好久不见，对，臭妹，柚子，我要哭了。台长好，台长好，对，现在是台长。向日葵，永远的向日葵，还是哥哥。对，我们从要邀请百忙之中拨空来的台长，然后我现在很紧张。你会安慰我？我以前也是可以这样，以前也是这样做。对，很紧张。但其实 JJ， 你是刚刚也有讲到，他是唯一一个获得向日葵爱的抱抱的小欧。对，我之前就是要上节目，然后很紧张的时候，你都会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对，那个时候我就很感动，就非常开心这样。对，有什么话想要跟向日葵说吗？哦，谢谢你，就是在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那个时候年纪最小，然后就都不敢讲话。那个时候一直鼓励我，就尽量讲没关系，讲错没关系，再剪掉片段就好。对。你来的时候是4年级？3年级升4年级。对。然后当时应该是10岁变11岁的时候。差不多，对。现在的你是18岁。哇，天哪！那臭美嘞，有没有什么想要跟向日葵说的话？哇，好，就是那时候在棚内，很多时候我可能突然讲不上话，或者是我想讲什么，但是我找不到那个点，然后你就会用一个很提醒的方式，但是很婉转的方式提醒我，你可以说出这个词。也就是说，很谢谢向日葵，很常在我们碰到一些卡关的时候，你都是用一个带领者的身份，但不是给我们压力的，而是引领我们的那种感觉，是我们的传舵的感觉。对，谢谢。我自己都不知道，真的啦，好感动哦，柚子。我吗？我对向日葵就是，其实一开始我认为向日葵就是感觉是有点凶凶的，然后挺严肃的一个人。你也自己也很凶。对，我自己其实也很凶啊。对，但后面发现他其实是一个，就是向日葵，其实你是一个非常认真，然后会就是有尝试把视角带到我们小朋友的观点去看的人。然后那时候我就是有讲到，我其实蛮常不配合，然后上节目的时候其实很常想要抢答，然后就是话又很多，但是我后来自己去看那些片段，就觉得说，哇，这小孩怎么那么烦啊？对，臭小孩。对，但是向日葵没有因为就是我这些举动就不 cue 我啊或什么之类的，相反他给我很多机会去表达我自己的想法，就是让我就是有机会在就是上节目的途中可以学习到怎么去就是光上节目
讲话这一点啊，就可以学习到怎么去，就是跟别人沟通的时候起码不去烦到别人啊，然后调配自己的语速啊，这样子。那向你开看到23位来到节目当中，按久的咱看到家的，后面现在也念大众传播学系，就是我对家的有冇个发想去讲嘅冇？客家天视台做2020年的特别节目，差不多4月做来。我们原本以为就是好像是要因为要纪念，然后让你们可以有露出，是希望把这个好像回馈都放在你们身上。经过这么短的你们3个这么精辟的这个对我的感受，对客台的感受，我觉得收获最大的是我们。那也谢谢你们，知道原来这么长时间以来，我们做的事情是走在一个正确的方向。那小二事件部，我是在客家电视台当中让我非常难忘的一段时间。其实那个时候开始，我也因为自己的转换，我从新闻开始做到节目，然后我也开始为人父，才知道要从你们身上的互动，让我自己跟自己的小孩的相处，也可以有一些不同的角度跟不同的可能性。所以我也要借这个机会，安之 C。什么你的？我们从鼓手鼓面真给什么推动什么向日葵，然后也谢谢我们的变成老欧的小欧们来到节目当中来参加摇摆嘅节目。鼓手客家电视台一直同3忙啲嘅做儿童少年节目，都一下都強用。小嘅時間盤咪悄悄嘅會有新嘅節目來推出，請大家繼續支持呢客家電視台。今日嘅節目就到呀，希望大家每什麼電視機條件觀眾朋友嘅收看休息一下，聽你欣賞嚟做運動哦。節目好看冇啊？好看福氣來嘅電視機頭前嘅觀眾朋友，記得留影片分享出去，還個到福氣來嘅面書簽讚，還個訂閱客家電視台嘅 YouTube 頻道，還個影片啊，記得分享出去哦。